說到港圈中的美女明星，大家都會拿出以前的美女來說，現在的新晉小花甚至港姐，基本都是過目變忘。隨着科技的進步，整容、醫美不斷滲透在圈子裡，真正的天然美女感覺不復存在。在香港娛樂圈輝煌時期，不少女星顏值都是很高的，當時沒有醫美，化妝技術也一般，沒有美顏的時代依然展現出女星們的美態。當然，這靠的是她們天生麗質的美貌，加上紮實的演技，讓觀眾過目不忘。說到圈中的頂級美女，張柏芝必然佔一席位。拋開她的經歷，更拋開演技和好媽媽的人設，張柏芝各個年齡階段的美幾乎都可以打敗同齡人。她眉清目秀，皮膚白滑，下巴尖尖，也是360度無死角天然美女。加之她具備身高優勢，高挑的身材更讓她加分不少。每個時期的張柏芝與眾女星合照幾乎都保持不敗之地，就算不是 C 位的她，在顏值上從來沒輸過。怪不得一向挑剔的謝霆鋒會毅然和她結婚，人家確實是長得很美啊。最近有網友翻出一張千禧年代的照片，照片當中有當時 TVB 的花旦與張柏芝，但此時的張柏芝還顯稱實，被身邊的女星比了下去，也算是她為數不多的美貌比不過別人的照片了。照片中出現了事後張可頤、古裝美人吳美行、富豪千金郭海瑩。照片相隔至今已經20多年，他們的臉型與現在相比都稍微有點 baby fat。雖然如此，但他們每一個看上去都相當順眼，是一種熟悉的感覺。而該網友更在照片下寫到：我一直覺得張柏芝是超級美女，雖然她那時候還好年輕，剛剛出道，但這次是我第一次見張柏芝會在合照輸給其他藝人。之前見所有合照，她都是美豔全場，審美這種事視覺花入各眼。但照片下的留言區卻是清一色贊同網友的說法。照片中的張柏芝應該是初出道，臉上一臉稚氣，身旁的吳美行和張可頤已經是電視圈中炙手可熱的花旦。當把戲碰上稚氣，張柏芝在氣場上就是明顯輸了一籌。而且郭海瑩、吳美行、張可頤的出身都並不差，天生自帶貴氣。張柏芝往那一站，看上去就如一位入世未深的少女。網友更是評論到：氣質這回事是用錢也買不到的。網友更認為照片中張可頤是最漂亮的，張柏芝是25歲後達到顏值巔峰，而張柏芝與他們比較缺的恰恰就是女人味。三位當家花旦也是一直都是美的代表，每個階段都有不一樣的韻味。張可頤貴為視後，一向都是保養得宜，早前她慶祝生日曬圖，皮膚狀態依舊很好，一點都不顯老。而貴婦吳美行雖然退出幕前，但她也不時與圈中人聚會，嫁得好的她養尊處優，貴氣十足。郭可瑩更是富商之女，從小錦衣玉食，早前登台更是風采不減當年。哪怕說是張柏芝在這張照片上輸了，也算是輸得心服口服。何況照片中四人現時都沒有掉隊，每次出鏡都能吸引眼球，製造話題。在沒有醫美的年代，能夠與他們媲美已經算是贏在起跑線上。而張柏芝年紀輕輕能夠與他們同台合照，也是一種榮幸了。張柏芝一直都是娛樂圈裡的頂級美女，甚至有人說她的美貌後無來者。就算已經40多歲了，顏值還是很能打。不過最近有網友翻出了一張舊照片，照片裡她和3位 TVB 千禧年代的花旦合影，沒想到張柏芝也有輸的時候。網友覺得有邊2位花旦比她還美？我一直覺得張柏芝是超級漂亮的美女。雖然她那時候還很小，剛剛出道，但這次是我第一次見張柏芝在合影裡輸給其他藝人。最近網民貼出了這張舊照，從左邊起依次是郭可瑩、吳美行、張可頤。網民驚嘆張可頤和吳美行特別漂亮，沒想到就連張柏芝都被比下去了。張可頤日前慶祝56歲生日，皮膚白白滑滑的，一點也不顯老。而吳美行淡出熒幕前很多年了，只是偶爾和圈裡人聚會，但貴氣不減，
依然特別清秀。郭海瑩同樣是位漂亮太太，早前登台獻唱，網民都紛紛誇讚，很抗老。兩位港圈女神黎姿與張柏芝的合影再次點燃大眾對顏值天花板的討論。鏡頭前50歲的黎姿身着剪裁利落的千鳥格大衣，梨渦淺笑間仍透出30年前趙敏郡主的靈動。41歲的張柏芝以豹紋外套搭配高馬尾，挑眉抬眸時依稀可見柳飄飄的倔強神采。這對相差9歲的閨蜜在茶歇間談笑風生，被鏡頭捕捉的瞬間卻掀起網絡狂歡。30年前初遇的場景被當事人反覆提及。彼時尚未出道的張柏芝在兼職模特時結識黎姿，少女時期的嬰兒肥還未褪去，面對鏡頭總帶着幾分局促。彼時已是 TVB 當紅花旦的黎姿，卻從新人眼中看到星辰。她的骨相生來就為鏡頭存在，這份初見的欣賞化作持續半生的默契。即便在各自經歷人生劇變時，他們始終是彼此最堅定的支撐。關於容顏的較量始終是公眾津津樂道的焦點。醫學美容專家分析兩人面部結構時指出，黎姿的高顱頂與飽滿蘋果肌構成剛需優勢，張柏芝的立體眉骨與下頜線成就鏡頭張力。但真正讓歲月手下留情的，或許是他們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退出娛樂圈轉型企業家的黎姿，將政治主義貫徹到事業與家庭。社交平台每張照片的光影構圖都經得起放大鏡審視，而獨自撫養3個孩子的張柏芝則保持着隨時找拍的鬆弛感，並有遇時素顏接送孩子的畫面屢上熱搜。影視作品中的驚鴻一瞥仍在影迷心中鮮活。金枝玉葉李玉瑩蔣國以常的經典片段，黎姿眉眼間流轉的嬌憨與心計讓觀眾又愛又恨。喜劇之王中柳飄飄在海風裡散開的黑髮，定格成為與影史最動人的清常符號。當這些角色濾鏡疊加在現實中的他們身上，公眾的評判難免帶着時光濾鏡。記得黎姿退圈前一場戲的人，早會把票投給記憶中的趙敏。看着張柏芝真人秀成長的新生代，更傾向鮮活生動的當下。關於誰更美的爭論背後，藏着大眾對女性生命軌跡的隱秘審視。黎姿的婚姻常被視作圓滿範本，丈夫馬廷強雖年長其15歲，但攜手走過弟弟車禍、公司上市等風浪的故事被傳為佳話。張柏芝的單身媽媽身份則引發兩極討論，有人讚嘆其獨立堅韌，也有人質疑孩子生父成謎。當媒體追問生育觀，黎姿笑稱3個女兒是甜蜜負擔。張柏芝卻坦言，孩子才是最好的美容術，截然不同的答案，恰折射出當代女性的多元選擇。美容博主從他們的保養經中提煉出實用技巧，黎姿的晨間瑜伽與飲食管理被製成打卡模板，張柏芝的5分鐘快速妝容教程點擊破100萬。但更深層的啟示藏在他們的人生劇本裡。黎姿將弟弟的醫療公司做到上市，證明美貌與智慧從不對立。張柏芝在直播帶貨領域風生水起，展示着單親媽媽闖蕩商界的魄力。不得不說，張柏芝近期的狀態超好，壓的發光且皮膚緊緻。這那女士生過3個孩子的媽，忍不住想要爬爬張柏芝出道至今顏值變化。PS 說實話，全網很難找出幾張張柏芝的醜照。1. 出道初期1998、2005天然神顏的巔峰時代，張柏芝18歲以喜劇之王柳飄飄一個驚豔影壇，其顏值被譽為驚天地泣鬼神的典範。此時的她面部輪廓圓潤飽滿，嬰兒肥美嘆，膠原蛋白充盈，眉眼如畫，鼻梁高挺且鼻頭微翹，兼具少女的純真與港式美人的野性氣質。她在《星願河東獅吼》《蜀山傳》等作品中展現的玉女形象深入人心，被媒體冠以小林青霞之稱。2001年，她赴韓出演《白蘭》，劇中她即使是素顏，也是很美的。這一時期她的顏值幾乎無懈可擊，屬於基因彩票型美貌，無需過多修飾即能扛住大銀幕特寫。大概是從2002年開始，張柏芝一度暴瘦，
暴瘦後的她骨上的立體感更加突出，臉也變得更加精緻。